来创民歌餐厅的时候，有一摆，小爱爸爸从来没看过来表演。啊，有一摆呢，阿姨突然想讲，我来台北看来表演中国呀。我讲哦好啊，一看第一场也是人生中最后一场，为什么呢？他看完隔天，因为我刚好我外婆生日嘛，然后呢就会给庆祝，看啊，吃饭来推他们水面阿姨卢卡。啊，后来呢要离开的时候，我就跟爸爸说再见这样。我就那时候骑摩托车要从淡水起归，来搬起有没有？哎呀喏，可是我就不晓得为什么那天就要跟爸爸说拜拜的时候，心里面有一种非常沉重的感觉。果然，我一回到家，我才刚到家，那时候还没有手机嘛，家里电话就响了，说爸爸刚刚因为洗完澡睡觉嘛，在冷气下面，好像呼吸喘不过气，应该是心肌梗塞那种概念，然后现在已经去医院急救这样。我听了就很慌张，我就又板桥骑摩托车又骑到马街嘛。我一去的时候，爸爸已经躺在那个急救室那边，然后医生跟我说，那个已经急救40分钟，应该是无效了。我看到他的脸基本上都是已经无强那样。那爸爸真的就离开了我们这样。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才发现，刚好你多少？那爸爸那时候才48岁啊。你多少？我那个时候他才20。还不到20岁，对，那17岁，17、8岁，哎呦，会做戏啊。等于说我爸在我今年这个年纪，他就走了，对，所以从那个时候，我发现医疗健康这一块，预防医学很重要。我那个时候就毅然决然，我想做了音乐那么多年，好像没有做过别的工作，我就去做了健康医疗、健康保险的业务员。对，因为我的个性其实也蛮适合，就搞朋友啦，跟朋友social 呀的东西嘛。你多少开始去做？那一下20岁的时间去做，结果呢一下做的懂后，又穿过头前面。对啊，因为我是秉持着一种理念跟那种使命感做的事情。刚刚他还有在做音乐哈？那时候完全没做音乐呀。后来去影迷村贴头欠没？说贴头欠。就是啊，因为那时候才26、7岁的时候，你要想一年的收入可以超过200万，是很高的，在当年这样。然后后来心里面就被养成一个不懂得珍惜嘛，马上不会管理啊，交很多朋友，那时候就开始去夜店啊，很喜欢跑趴去玩，然后呢就完全手头很阔绰，就乱花钱、乱请客这样。然后后来有一年是因为我发现心里面很空虚嘛，才把我的钱，然后刚好认识一个朋友，他们是在做赌球的，棒球跟篮球嘛，所有的钱存款输光，数枪后来还负债很多钱，好几百万。这也是为什么我当时才会跑很多的地方去求神问卜啊、拜拜啊、求财，那心里面就已经六神无主。后来最后面才会有机会去到教会。